必須要曝光領咗能，特別只個拍電話能流能咗，只個電話客服必須要曝光領，請睇視頻。嗱，你解決哪裡？我解決流量哪裡？解決5G，解決10G啦，解決5G，你是100不啦咁咩？我嚟解決咩？我嚟解決，我嚟而家冇拍電話，呢個聽你做條可能解決90萬應該會。你冇算啊？你中國移動要買又可車係可斜去啲啊，斜咗呢個解決。你唔中國移動啊？你面啊？你而家中國移動係你冇邊車啊？你咧，我做咩注意斜咗90萬英咧嗱？你做年就話斜咗90萬英，你冇定橋啊？等而做年好拉車話啊？米拉車嚟是頂擺轉啊，頂擺通濟啊，家庭大啊轉啊，解決就會養英。你做乜係我打嘅？叫我改頭撐啊！是但做咩會變解得更啲嘅轉啊？解決明就係喺個最會衝咗再英做啲啊？會變我更啲啊，做啲啊！更啲又轉啊！解決解得升嘅20G 流量咧，有解住解得增加900我空正係通話時間。解決係做令攞更我樣嘅。你之前冇注意解決99，你之前解決59，但是你之前而家99係59。99。嚇！你我頭先解決59係99。你頭先59，但是你食字食膠是99。多條鐵是怎應肯了解？就是等於那你它是硬條嘛，硬條嘅40英字嘛。我都解決到冇拍電話做條可能我硬條的呢。所以你要買又可斜送嘛，斜送但係硬條啊boy。即係做點啊？即係做咗買架你升車更啲嘛，就是那聽叫30G 流量較150空正係通話時槍。你頭先解決改全樣。即係做79，因啲你下是比你平時叫。你即係意思啦，59係話改咗79。但是你只係59，你平時冇下時就應該99嘛。我哋拍到河，我哋拍到河呢，我唔拍任何為什麼解決令耍聲嘅事咁樣？為什麼你究竟是真係話解決59係99？你解決59，但是你食字交會是99，因啲你硬條所以你就交99。我就講你我你拍到河呢，我是後邊你拍到河呢，就請上網下刷鏡。為什麼就牛嚟條住是咁英文上波？你有令佢59啦，叫我去到79，仲係話解決或者解決仲係冇拍，我唔到99，解決冇要嘅字咁英出嚟，做條可能啊！你嗱我改檢，你哋成再配合，你攞做係樓啊嘅頭層做改觀話佢哋先入頭層，但10已經改啊，係仔改啊嘅事，你嗱59係99啊，講底就9，講嘅就該9咗啲啊嗱。你正拍電話係話驚咗嗱你係唔明白啦，話頭層究竟係樣英合，就話頭層嗰啲用令嘅樣英。你係頭層是59英係要響頭層。叫佢改79。因啲你之前冇係佢冇注意，該點99英啊？你之前做嗱改咗79之後，佢就變99英啊？嘅意思啦，冇係佢叫從79，明係叫99。當然我嘅計劃咧冇拍，放到即係冇俾人配到59咗啲或者意思先嘛。但是最係頭層你做嗱擺轉啊，不需要就你可去拍100不得注意但修改。唔係你我嗱話佢啊，10應該頭層咩？你俾我改成啲吧。總冇人改，因啲你就。冇俾改，你俾我改啊，79你冇俾我改啊，冇俾改啊，10英啊。因啲我即總冇到改79。總冇落改，冇俾改嘅嗱。所以咪轉啊，你做嗱改白咩階段你拍100杯啦。你面你應該中國移動啊？係啊，但是我100杯啦，該接收啊，我該掛戶啊，我該拍出嚟，你可買接收啊。你拍電你俾我改嘅，冇俾我改官嘅。我未當係保姆啊。你未當係保姆，證明你未100杯，你未中國移動係你嗱。我是中國移動但係我未100杯啦，主要我未當係保姆啊。但是你俾我改官，你冇俾我改嘅，意思就是你俾人留啊，冇俾人叫我胡花嗰啲啊，即係意思嗰啲啊。因啲我未當係保姆啊，所以我你總改住係乜嘢？我冇人佢改白咩街，冇係框啦可改，所以但係點解冇佢石佢框啦佢話改？你俾人教我改啊，70王應該冇俾人教我改夾，一得到。因啲有點解冇佢石佢框啦佢話改？唔係，我叫你老婆擺小燈，我老婆擺小燈啊，我唔係明，拜拜，謝謝。以前問到以外賣攝險攝樓計能嘅因素，類似點5點起查險機無？即係不硬就在，但是個在生命各位現在就頭層非常關人，事情能真正用途嘅未來，一點就是好像網，類似點現在嘅通訊聊天方式基本能用，每成個嘅拍電話記錄嘅做來做去，一無會為什麼能解決來使100個10年頭層
來享受是咩個？享受是面能收着，十路能解能影射，每個拍電劇能攞嚟真能咩個咩個攞嚟真能解決了社會上嘅這個恐怖吧。主要是令到老人改頭撐，最終吉老吉，人佢哋是10人頭撐，有令老人又改又解決，曉得怎樣，曉得咩樣，人家聽攏非常心酸，你咩非常多老人唔曉，以為聽伊個方式，你自己改咗頭撐，但係頭撐改落去了，有關就無嘅。因為如果你唔係想愛這頭撐嘅情況，人就做點咩？問你要假，你哋自好去改好啊，你好改到良通啊，你好改到良性啊，你都好你自己好改服務商，現在弄一好過服務商啊。改的況你好改出來的，我得為什麼做你就了？其實呢人冇咗兩個人拼啦，我忘記咗弄國語講嚟，我就咩好，最終吉你確實你有變正式啦，你解咗你有變嘅人改觀，你個冇變人改嘅，哦。